在地人在地情来看婚林西里新天宫的新社妈祖，原本伫咧庄仔头的活动中心来设立着临时行宫。民国101年，妈祖甲信徒托梦讲要起庙，庙方甲信众就开始来找地找经费。经过几啊年的努力，总算来举行着入伙安造大典，正式来宣告建庙完成。 大家做甲新平钢铁的信徒，西提新天宫即天举办入伙安造大典，真侪信徒拢来到现场参加，希望新社妈会当保庇大家平安顺遂。计划这间庙已经差不多10年了。庙方真感谢信徒关系出钱出力，有10多年的打拼，才当完成起庙这项大代志。大家拢总爱。 食菜、食七工，还有素食的食七工，这拢由老师指示着对啊做传统的鼓励。庙方照传统的鼓体，伫咧安造入伙前食1礼拜素食，表达对妈祖的尊敬。有信徒的期待之下，西提新天宫总算起好，嘛欢迎民众会当过来这参拜求平安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